森林赛里鹿场社区有新好尾溪流过，溪底常常有人乱抌粪扫、真垃圾。社区发展协会特别来成立着巡守队，要来守护环境。第水沟水力检验水质进前，赛里镇鹿场社区成立森林馆第22个水环境的巡守队。望讲透过队员的拍拼，守护社区的环境，嘛有民众对环境会当更加重视。我们的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守护我们鹿场这一片土地，能够让我们这一片土地，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河川，那个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搭配起来。因为新好尾溪有流过鹿场社区溪边甲溪底，时常有人乌白抌粪扫、有生杂草，会去挡着水路，便若拄到大雨，恐惊会去造成淹水。所以讲，鹿场社区发展协会就招大家做伙来加入巡守队。我只系会阻碍到这个水流，所以原来成立这个水环境这个巡守队。相信透过社区成立水巡队，会当提升民众对水环境的保护的重视，嘛希望讲有更加侪人做伙来参加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